依然之声，少年人的悬疑广播电台。生爱见人，死爱见尸。台人命案的判决，若找无受害者的尸体，法官到底要安怎判？2001年6月14號，英语家教張靜華家人碰見，伊男朋友找無人，厝內人嘛攏找伊袂到，電話規工無回，參上課的學生嘛去互伊放粉鳥。伊是一個足認真的英語教師，這款代志毋捌發生，所以過頂工，伊男朋友甲家屬就趕來到復興南路伊住的所在來甲試電鈴，前半工無人應，就請開鎖的來開門。結果講鎖傷複雜，拍袂開，高不離中敲互消防隊，驚講伊咧內底發生什麼意外。消防隊駛分推車破窗而入，結果厝內完全無看人，房間的物件攏擺甲安尼好勢好勢，衫嘛攏佇咧，鞋仔嘛攏佇咧，看起來應該毋是離家出走。加在伊男朋友昨暝來過，一看就發覺講有所在無啥對當，講這囥佇房間的電風無代無誌，哪會走來藥間啊？而且藥間仔的藥巾仔啦、地毯啦、藥槽頂懸的糖仔梨，攏總無去。因為已經失蹤24小時啊，就緊來報警。派出所甲刑事組看了到底，感覺講確實有問題，就請鑑識人員到現場。果不其然，佇藥間仔紅色的藥槽內底，鑑識人員看到一寡可疑的紅色斑點。雖然是馬共，毋過老經驗的一看就知影是貨食，就安尼開始用化學顯影藥劑，規間藥間仔甲調查起來。結果細間仔將2坪左右的藥間仔，算來講有100外的所在，攏有貨食的反應。鑑識人員確定貨食的 DNA 是張靜華的。藥間仔門口還有一寡無屬於張靜華的掌紋甲指紋。警方就判斷張靜華應該是已經予人刣死無毋對啦，而且案發現場應該就是這間厝內，兇手應該是甲刣死了後，要處理現場，甲屍體拖來藥間仔，洗甲傷骨力，才會搬電風來吹。若碰見的物件吼，應該是就去畫着火，兇手吼甲張靜華的屍體做伙甲遐物件摕去處理掉啊。厝內無燒歹的痕跡，窗仔門攏好好，所以講兇手應該甲張靜華有熟識，是張靜華親身開門甲兇手請入來。電話通聯記錄，警察去找到一個姓李的查甫，講6月14號迄天早起，甲張靜華兩個人就安尼電話敲來敲去，閣根據這個傳真機的記錄。最後甲張靜華有聯絡的人，的確就是這個本名叫做李正偉的中國台商。伊佇中國開這個批件的工廠。2當前呢，透過朋友的紹介，甲張靜華來熟識。警察呢，閣用手機的基地台來調查，發現講這個住咧永和的李正偉啊，在6月14號這天，手機的定位拄好就咧張靜華因兜。伊直到半暝啊，李正偉的手機定位走來到金山，敢講伊是甲張靜華等到北海岸。警方雖聯絡李正偉，伊嘛答應講要接受警察的約談。結果講好要約談的迄個透早，伊就落跑飛來去中國。嘛是同這個時陣，警察發現張靜華伊的信用卡、提款卡、甲有寄金鋪攏無去，而且信用卡佇失蹤了後，閣有消費的記錄。提款卡呢，嘛有人繼續來提款，甚至有人提伊簽名的支票到銀行去領錢。警察緊來到銀行調這個監視影片，原來這一切攏是李正偉咧變鬼，就是伊摕支票去銀行領錢，用 ATM 提錢的人。
遮尔拄好，就是李正伟的小妹李桂芬。警察甲李桂芬找来问话，知影讲李正伟已经是欠上千万的债务，转来台湾即阵，拢是驶李桂芬的车。佮讲迄张卡片呢是李正伟交代互伊，叫伊去领钱。伊是完全毋知影讲阿兄李正伟甲即个女教师张静华有啥物关系。警察当然嘛无遐尔够好讲话而且李正伟畏罪暂逃。若准讲李桂芬是共犯，无得卡无偌久，就换伊要落跑出境。警察决定速战速决，经过李桂芬的同意，开始调查伊迄台银色的轿车。结果监视人员真正伫后车厢发现足惊人的血迹，规个后车厢甲下骹的这个甘蔗棒拢去沾着张静华的血。李桂芬惊一个半小时，警察尾决定要将伊起诉，佫用这个方法要讲甲李正伟逼倒转来接受调查。另外一边呢，佫叫李桂芬甲讲，因为找无尸体，好来准备要结案，请伊转来台湾说明案情。李正伟应该是烦恼讲小妹去用害，去用关，佫想讲即马警察找无尸体，应该是无问题。就伫9月12号，李正伟真正为中国倒转来，接受警察的侦讯。经过几个月苍凉李正伟早就有备而来。警察问伊讲，伊甲张静华的关系，伊讲是朋友单开始交往尔。问伊为虾米要摕人卡片乌白开钱领钱？伊讲是张静华要投资遐个钱本底就是要互伊用的。佫问伊讲去金山创啥？伊讲找朋友问讲张静华厝内哪有伊的掌纹？伊讲拄好去拜访无说你留落来。害伊定认为张静华过去捌因为感情的问题，互两个男朋友骗钱派笑。虽然讲伊的口座有要成千万的存款，毋过伊早就学巧单恋爱还单恋爱，钱还钱。即摆张静华是甲钱看了较重，无可能甲卡片乌白交互李正伟即款普通朋友。2003年6月。台北地方法院就伫这个找无死者尸体状况，用推论的方式做出判决，被告李正伟按强盗故意杀人的罪名，判无期徒刑，替脱公权终身。李正伟小妹李桂芬呢，确实是完全毋知影，就判无罪。到今仔日为止，张静华的尸体犹原下落不明。这就是台湾头一站无死者遗体通好收尸，毋过有凶手犯人咧坐监，女教师张静华的无死悬案。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到咱疑案之声少年人的悬疑广告电台。咱进前拄则咧讲即个一个女家教家庭教师应该就是去用刣死啦，毋过尸体都找无。尸体虽然是找无呢，也毋过针对足侪证据会当去甲即个凶手会当找着，佫定罪。即个甲咱其他案件有诶是有凶手无尸体，无人无法度掠着人，无法度定罪有诶是有尸体无法度甲人定罪。其实拢有。咱咧疑案办上大诶即个特色就是奇奇怪怪案件咧咱咧网络拢会当找有咱有写一个足嚼诶文章，因为有用到咱诶判决书内底一寡内容安尼来去写。讲到判决书咧，其实今仔日特别来请一个，嘛是定定咧写伊毋是写判决书啦写诉状啦请到一位律师啦林律师林燕瑜律师，你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律师。律师你好那你来看讲，即个无尸体是安怎会当定罪咧？
其实这嘛是我头一摆听到即起案件啦。一开始听到的时阵嘛是感觉足离奇的，这个无实体是安怎会互判着无期徒刑嘛？因为一般来讲吼，无实体的状况是安怎会使确定讲这个人已经死啊？对，嘿啊，证据敢有充分？对，无我先甲听众。观众、听众朋友说明一个法律的观念，叫做无合理的怀疑，就是讲吼，法官若是要判一个人有罪，伊就是心内爱无合理的怀疑，就是讲，我若是法官，若是感觉，即个人有可能是无罪，伊就袂使判伊有罪啦。啊，若是感觉讲这人若是有罪，就是我先讲一个。美国联邦司法中心的一个定义啦，吼，我先甲你讲一下，无合理的怀疑是，吼，你坚定的相信讲这个被告是有罪，因为世界顶悬少少代志是你会使100%确定的嘛。伫咧刑事的程序中啦，法律毋是要求讲你检察官需要去提出100%证据，毋是讲吼，毋是一定爱100%嘛。对，是根据。你找到的证据，参考迄证据，你去考量迄个证据，你坚定的相信讲，即个被告伊有成立即个罪名，你会使判伊有罪啊。若另一方面吼，你若是有感觉，你感觉看即个证据，你感觉即个被告是有无罪的可能性的话，你就爱判伊无罪啦，就是安尼。其实就是讲，咱虽然讲无罪推定啦，毋过。检察官的角度较像是讲，以一个无罪推定的前提之下，毋过爱先确定讲，这个人真正是有，譬如讲讲一个举一个例，就是讲，小明你哪会偷摕人的笔？小明伊就笔就举咧手头，伊就讲，无啊，这我家己的笔，无你互别人的笔啦，无你讲看嘛，迄支笔你买偌济？这笔伊就甲讲袂出来，咱就会当判断讲，迄笔应该就毋是伊诶。伫这状况之下，检察官就会当提出伊无迄个发票，卖笔的迄个嘛无头家嘛无看过伊来买笔，那伊迄支笔应该就是别人诶，头家。推定讲，这个伊有。犯罪的可能安尼啊，无罪推定应该是较像是法官这边的角度对无？法官咧看大家证据看了讲伊是按照讲大家拢是无罪做伙来看讲。看证据讲吼，伊看证据，伊袂使伊看到即个人讲你即个人一定有罪啦，嘛是爱看证据。若是你咧看咧，你咧看这个案件你是感觉伊是有罪无罪？你做一个律师，你要做倒一边的律师咧？我有去看这个判决书啦，我看判决书吼，我看这个案件其实吼，法院是参考足侪证据，因为无实体嘛。对啊，无实体。伊是参考足侪啦，亲像药警内底，佮有被告因小妹仔的汽车后斗，毋是有。找到足侪被害人的血，对。佮法官佮有调查被害人的出入境的记录啦，佮有伊健保的就医记录啦，提款的记录。伊佮有参考到因家教学生的证词，去判定讲，这个人可能已经红台死啊，已经无伫咧人世间啊，因为伊若是有咧人世间，伊太有可能拢无去提款啊，嘿啊。而且提款机即摆用提款机理财是一个真 popular 的手段，用 ATM 来算小啊，太有可能这侪人拢无去提款，就夭死啊嘛。佮有啥？佮有根据被告的手机的定位啦，手机的定位，伊佮有信用卡，佮有摕到被害人的信用卡去给人提款啊，去刷卡嘛。对。佮有那个干事器的录影，有翕到被告。去录卡啦，被害人的药警内底佮有迄个被告的手掌纹啊、手纹啊、手纹综合着遮侪证据，法院才去判断讲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抬的啦，才甲判有罪啦。而且上重要，我感觉是信用卡，伊去投入人的信用卡，其实是一个。对，就明显的证据，就是你哪会去摕到人的卡片，你哪会去安尼黑白甲人录安尼？其实就是
这就真正讲袂过去，就参照我拄则记迄个例啦，迄支笔安怎来对无？啊，迄个卡片是讲这个人若是真正凶手，是嘛是足戆的呢？真正是足戆。信用卡愈嘛愈无偌济钱啊，就变做伊旧卡就安尼收出来安尼哦。啊，你咧看除了这个案件，除了这个判决书也遮的内容以外，还有各有啥物证据是你会敢若讲你做律师，你来推断讲伊是有罪安尼？感觉迄叫啥？因小妹仔汽车后道，有足侪伊的会，嘿啊，伊小妹仔佫有讲。佫有甲法官讲，因哥哥有甲伊借车，好，即我感觉这嘛是足重要的，无你后道他会有遮侪人的会啊，啊，你是要去倒？无遮侪人，一个人尔啦，遮侪会啦，遮侪人是讲是抬几个，有较恐怖，一个人就这嘛就无合理的啊，对啊，系啊，啊，佫有迄啦，伊的掌纹迄个证据嘛是足重要的。啊，是安怎？伊的药镜仔内底，你嘛毋是男女朋友啊？啊，是安怎？你的药镜仔内底有遮侪被害人的，无有遮侪被告的掌纹啊？这嘛足奇怪。所以我是感觉即个案件的成立，我是站伫法官迄边的啦。我感觉伊判安尼，凶手若来找被告，若来找你做律师，你袂应即个工课对无？你敢会？我会甲伊讲啦，我嘛是甲伊分析，甲伊讲，这证据看起来吼，你去啊，你敢会安尼讲？我会真正甲伊分析啊，我袂甲伊讲白贼话啦。若是看起来伊是有罪，我就会引导嘛，甲伊问讲，你若是无承认，毋过安尼看起来，啊是安怎你？你妹妹汽车后道遮侪被害人会，啊你这要安怎讲？系啊。啊！你若是讲伊无，加喙边啊，喙讲袂出来。系啊，你若是无甲伊刣，是安怎有找着你遮侪那个手纹？啊，你是要安怎讲？系啊，我会甲伊问啦。因为有一寡律师吼，其实因着为着要趁钱哦，伊定定都会讲，无要紧，你甲告。过来我甲你写安怎拄安怎吼，啊，乌诶变做白变做乌，是有一寡律师是真厉害啦，迄支喙迄支笔吼，伊是啊，毋过伊拄着即款的案件，我是想讲应该是无啥物律师敢来替伊继续来做即个辩护的即个工课啦吼。好，那即个案件呢，差不多讲到遮煞尾啊呢，咱后一集呢，要继续来讲呢，就是讲，除了案件以外啦吼，咱实际上咧法庭吼，因为恁知影，恁议案办就是即个公司啊，跟阮头家啦吼，最近拢有拍一部即个叫做无罪推定啦吼，台湾头一部的台语的律政的即个连续剧吼，啊，即个物件其实咱就是一直都咧做即个相关的即个工课啦，案件啦、议案啦、法律啦，吼，做即个甲台语化的即个工课吼，那继续呢后一集呢，佮请即个林律师吼，继续咱来分享。咱这是议案之声少年人的悬疑广告电台，咱后一集继续空中再会。这是重大历史悬疑案件调查办公室，简称议案办。咱用各种悬疑案件记录世界历史，记录台湾大大小小案件。后届咱继续空中相会。